係邊一句有問題呢？我唔明白點解有咁多人都知嘅噃。有問題，即係大家一路睇咁多年，張學友都就等緊呢一句啦。喂，你幾時會用呢個詞啊？碧咸已經過埋個後衞啦，嚟到龍門口過埋個龍門啦，實食冇黐牙啦呢次。恒生指數一定到4萬點啦，而家2萬6、2萬7、2萬8、2萬9。我最愛你。